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年是我第一个父亲节真欢喜，甲大家伫遮过父亲节较含慢做人结婚14冬阮囡仔才7个月我咧想讲，可能等伊大学毕业，我已经60几岁老爸是一个真特别的呼召，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做一个真水的事。伫要做老爸的这个代志顶面阮太太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开始买足侪册读讲安尼要安怎做一个老爸安尼有真侪物件册写懵写啦譬如讲包尿珠这种代志册写的，甲你实际做都无共款哩查甫囡仔包尿珠拢一不小心就佫钻出来安尼足麻烦的怎样做一个老爸？敢若照册伫饲无拄遮尔简单听人伫讲足紧的足简单的润者忍耐者就过安尼无暗时若起来哭4、5摆就痛苦的怎样做一个老爸？实在是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做爸爸、做妈妈的人，拢真有经验真熟手对我这个拄开始伫学习的人，有真侪安尼爱一步一脚印去思考今仔日伫即个纪念父亲节一个主日的时要含兄弟姊妹三角来用一段经文其实几若段，但是用一段爸仔囝的关系，和大家逆向思考，讲到底要怎样照着圣经一个真深刻，应该讲是一个真失败的爸仔囝的关系，对遮来想，到底上帝爱咱伫老爸这个概念中间学习什么款的功课？首先，我要讲的是，其实老爸毋是干那是一种身份，因为咱中间有真侪姊妹也有真侪可能无拄伫婚姻的关系中间，咱个少年无结婚等等。我要讲的是，老爸伊毋是一种男性然后有囝儿的一种身份尔定。老爸用基督教信仰来讲，是一种信仰的决定是一种信仰的决定我要决定做一个老爸，无论我是一个女性。无论我是一个少年辈的人，那照圣经的真理要帮助咱，正做一个老爸。因为咱的爸上帝，咱的祈祷文的中间开喙第一句话安怎讲？天里的爸。咱要学习上帝的款式，学习耶稣基督的脚趾在行。那敢若查甫学习耶稣基督，安尼姊妹就免学习。所以咱咧讲老爸，今仔日的信息内面虽然用代笔。押沙龙的故事在讲，不过望咱的中间，无论是姊妹，或是无伫婚姻中间的少年人，咱有缘会通用这段经文三角来思考。咱伫经文的开始，我用的第一段是一个真大的悲剧，就是大笔的厝内面发生兄弟也是伊囝儿相杀的故事。咱知大笔伊一共有8个太太。迄个时代，一个就足够生8个，佫较免讲，生一拖拉久遮尔侪囝儿的中间，大笔是一个圣经真趣味，伊无直接讲大笔伊的处理怎样有家庭礼拜，大笔怎样教导伊的囝儿，拢无讲啥个。但是圣经用真侪特别的事件，在讲出即个做老爸的人，伊怎样伫伊的家庭中间来表达伊做一个老爸所表达伊的理念是啥物？圣经讲，大笔的囝儿中间有一个囝暗论，伊驾驭着另外一个伊的妹妹，就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人他玛是押沙龙的妹妹。圣经讲，这个暗论就用无适当的手法来欺负这个妹妹。然后押沙龙记伫心内，圣经讲，迄个恐怖的事件发生以后，大笔自头到尾无有表示啥物。你讲奇怪，这老爸安怎做会处理发生遮尔大的代志？做老爸人哪无反应？无反应的代志，藏伫押沙龙的心内，看伫伊的眼中，伊将这个魂扣伫心内。过一段时间，圣经讲，这个押沙龙就杀伊的兄哥，然后伊就走转到伊太太的厝，寄宿遐。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看见大笔的囝押沙龙杀死伊的兄哥，然后走转到太太后头厝，这是一个互咱真光影的开始，也是一个圣经内面真大悲剧的开始。圣经讲，这个代志大笔无处理，
伫大笔无处理的中间，咱看见这是一个老爸失败的记号。大笔一生中间，其实伫撒母耳上卷、下卷，特别是下卷的中间，记载真侪大笔人生的惊大。咱若是用心看经文，你会发现记载真侪大笔的失败。无论伊怎样欺负别人，伊的大神抢夺别人的某，或是伊怎样伫即个家庭的中间，头拄咱讲，伊无处理好家庭的冲突。会通讲暗论的即个事件是代表做一个老爸失败的记号在哪里跌倒，应该要在哪里站起来。不过真可惜，圣经继续发展落去，咱要讲代表是一个闪避面对问题的老爸。我毋知咱的成长的记忆内面大概若是咱的细囝伫学校若出问题时，通常去学校收拾善后的是爸爸还是妈妈？通常是妈妈啦拢爸爸做生理较无用事业较无用我印象嘛是安尼。我细汉的时，若是物运动会啦，是互老师摘耳无交作业讲白餐去学校处理代志的拢是妈妈，拢是妈妈。在咱的教育内面，还有一种会叫做母什么会？母姐会。奇怪，那没有父兄会只有母姐会那这种代志，敢老母去就好毋是讲咱的老爸拢闪避问题，不过咱整个的基态华人的结构也好，也是讲圣经内面代表因所面对的。爸爸当拄着问题时，无有用直接面对问题的形式来解决问题继续看这个故事继续发展落去，会有甚物款的代志？圣经讲这个暗论这个押沙龙离开耶路撒冷3冬的时间。伫这3天的中间，大笔对押沙龙的心是甚物？伊有讲我有足侪囝，无欠一个，敢有安尼？无。圣经经文内面39节讲，大笔的心内切切笑念押沙龙。大笔的心足笑念这个囝。圣经讲大笔非常笑念。你若详细看大笔的囝，所有大笔的囝甲大笔的关系，独这个押沙龙得到大笔上侪的笑念。这个押沙龙得到代表上侪的跨入，但兄弟姊妹，押沙龙甲大笔的关系，伫头拄咱看的经文内面，却是一个真大的悲剧。大笔心内非常想念押沙龙，但是大笔从来都毋捌写 email 给伊，也无写批给伊，也无传迄个简讯 SMS 给伊，拢无。3冬，大笔的奴仆有一个人约押。伊知大笔非常想念伊的囝，这是一个闪避面对感受的老爸。大卫很想念他的儿子，但是大笔拢经伫遐。这个经伫遐，我要讲，这个经伫遐的感受，我相信咱中间真侪做老爸的人拢有这种心境，想要对咱的事世好，对咱的囝儿好。不过安怎讲拢袂有一个真甜蜜的话出来安怎讲？我印象我细汉的时。这个自细汉处理，因为爸爸是牧师足侪朋友在种作这个做农夫安尼就拢送阮足侪菜很多青菜就是送足侪菜，包括连迄个番薯叶我是足大汉才知影番薯叶爱掰，你知影？因朋友送拢掰好拢足稳定摆，食米毋知影米价。自细汉咱咧食饭的时，迄个菜敢若山咧安尼阮爸爸就讲，无食了袂当离开自细汉看到菜就压身搁要食菜，搁要食草安尼，足痛苦。我逐摆阮老爸来讲，足受气的时讲，叫阮食了，我若无食的时，拢讲，我哪毋摕去互隔壁食？其实伊后面是要讲，食菜对你好，爸爸疼你，所以爱你食。但即种话无可能讲出来，太肉麻。拢讲我哪全部捌摕去互隔壁食？冬天的时阵，迄个食补足苦的，迄个什么人参鸡什么鸡囡仔就不爱食迄。我哪捌摕去互隔壁食？我哪捌订补隔壁食？其实伊是讲你是我的囝，我疼你。即种的心境真趣味。等伊做阿公，就是阮囝出世了，伊安尼2-3礼拜就来阮兜探因孙大家看见人阮囝人伊的孙的时，足趣味的。阮爸爸人孙的时就讲伊咧做牧师的人拢就爱讲道嘛，讲上帝听你，圣神充满你，耶稣透帮你，我拢讲遮。我想来讲，敢有第4句？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讲了嘛，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神。讲了，我想下面敢会接一句阿公听你？无呢，7个月等过，拢无一届甲因孙讲阿公听你。我知影伊就听即个孙，
因为阮囝出事的时，伫马街的时候，我咧隔着那个玻璃，搁伫内面吼，阮讲爸爸看到伊的孙吼流目屎，我知影想咧讲吼，我阿公等即个孙等14冬啊，吼等足久啊，等遮久才看到孙。我知伊足疼即个孙，但是呢，即个做老爸的人，讲做阿公的人，做一个男性的人，咱有真侪的感受啦。这种的感受，毋是安尼用语言来表达，咱有真强烈的情感。不过，这个情感无拄拄伫咱成长的历程内面，无拄拄用温咱遮尔直接来表达。特别犹原安尼，伊对押沙龙有真深的疼，但是这个疼无有用话讲出来。这个疼也无用行动表达出来，所以伊有一个大神约押，伊知大卫的心，所以派人去演戏，伫大卫的面前搬一出戏，大卫知迄个意思，就甲约押讲：好，你叫我的囝回来。圣经的记载是，伊用王，伊用即个约押知影王心内笑念押沙龙，得讲出是个真特别的代志。为什么大卫明明遮尔疼押沙龙？但是伊经伫遐无表达，这实在是做老爸有社会的对一个老爸形象的期待啊！对老爸形象的期待，爱有严肃，爱有威严，爱有真多，这个期待渐渐形成咱内在想象讲一个理想的老爸应该是怎样。所以，这个理想的形象对大卫来讲，伊上大上重要的形象就是王啊。当这个王的概念放到伫咱今仔日现代社会，可能是董事长。总经理、长老、执事，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地位的投射。王、大卫其实真简单，做老爸就好。但是伊圣经毋是讲伊知影老爸的心内笑念囝，伊是讲王笑念伊的囝。大卫做一个王，伊对囝有真深的感受。但是受捆绑伫迄个外在形象，无论怎样，约押的计谋成功，大卫就拥吻伊的囝回来。不过真特别，大卫甲约押讲，当我的囝回来时，你爱甲我的囝讲，毋通见我的面，毋通见我的面。但是，即个我毋知你敢有去过耶路撒冷旅行过吼？你若去耶路撒冷，知影讲耶路撒冷毋是一个真大的城市，小小的城市，伫迄个真老真。典雅的城市内面，王宫也毋是咱想象的遮尔大，像颐和园遮尔大无。王宫毋是真大，耶路撒冷也毋是真大。圣经讲，伊爱伊的囝伫耶路撒冷毋通见伊的面，足足有2冬，大卫拢无见押沙龙的面。但是姊妹，即个2冬无见伊的面，甲加上头前的3冬，迄个押沙龙闪避大卫和押沙龙的中间，一共有5冬的时间无见面。我心内在想，大卫为什么你要互你家己明明遮尔疼即个囝，却经伫遐？哪有可能你遮尔疼伊，你无想要看到伊？哪有可能安尼？我伫即个无偌久之前吼，我的囡仔即摆搁伫马来西亚吼，跟太太回娘家呢吼，所以我已经和阮囝分开。两礼拜外吼，刚才当看迄个 Skype 安尼吼，大家来看伊吼。Skype 画面小小的吼，开始的时候阮囝够有耐心看一下爸爸呢吼，但是顾了都不耐烦敢若一尾糖的安尼。大家想讲，我逐工拢就想要看到我的囝，这个大卫哪有可能？明明遮尔疼伊的囝，竟然无要看伊。我心内印象最深的有一届，我伫迄个阮马来西亚吼，阮囡仔住2楼，我就落来1楼洗喙。伫迄个